廣東人凌晨4點都要排隊去食嘅軍蒸排骨，到底有咩料？先蒸再烤，高溫將啲排骨逼熟，嗰啲香味逼我食2大碗飯啊！食海鮮發達先。大家好，我係澳門海鮮大排檔豬肉榮。嗱，買排骨一定要買前排啊！通常咧啲前排係帶住呢嚿軟骨㗎，你睇啲花紋幾靚，啲肉質又嫩又滑。其實我覺得咧豉汁排骨係最好食㗎。咁配料咧就有料頭新兄弟、沙薑、陽光豆豉、陳皮同豉汁咧係絕配嚟嘅。有咗陳皮嘅加持，成個豉汁嘅靈魂出世嚟啊！嗱，而家開始調味，因為豆豉本身有鹹味嘅，鹽咧就唔使落太多㗎啦。跟住咧就糖啦，鹽同糖係兩個係孖生兄弟嚟嘅，有鹽就必有糖。跟住咧再俾1羹蠔油落去和味啲，再放少少生粉落去鎖住肉嗰啲汁水，冇放太多啊，多會燶㗎喎。嗱，而家撈得差唔多啦，再將啲料頭放晒落去，再撈一撈佢。好 ，OK 啦，成個配料表嘅份量喺晒度啊。生食得香啊！跟住咧，將啲排骨鋪平喺個碟上面。OK， 準備開火焗佢。首先咧，將個鑊猛火燒佢2分鐘，之後咧放啲排骨落去，再加1碗水，冚蓋蒸佢8分鐘。因為熱空氣嘅對流，使得肉同空氣嘅對接，表面起焦，味道高度濃縮。呢個就係軍蒸嘅原理啦。好，時間到，開櫃。哇，吱吱聲嘅聲音有咩聽到啊？嗱，判斷排骨有冇熟呢，其實好簡單，睇見個收縮攤骨就得啦。同大家試一試先吓。豉香味足，肉汁豐盈，外焦、面焦、底焦，唯有軍蒸先可以逼出呢種香味。冇飯整嘅嚟做咩呢？你睇嚿嚿都咁入味啊！點解4點鐘仲要睇人面色排長隊食個排骨飯呢？自己喺屋企都可以整到咁樣嘅味道啦！軍蒸排骨就咁啫嘛，有幾難啫？睇我呢個視頻就落去百試百靈啊！